欢迎收看代志挂大条，我是杨淑晴。性别议题即阵有愈来愈开放的讨论。这礼拜做伙来看女性角色的立场，为古早时代到今有虾米款的变化？一开始先带观众朋友来去大稻埕民族街的复兴堂病院。这间病院是陈曲医师伫1941年创办的妇产专科病院，也是日本时代大稻埕头一间女医师开的妇产科。当时的医疗器材也有文物拢完整保留。台北市文化局也伫进前通过指定市定古迹，让更较侪人了解台湾生产史的改变。生会过加酒芳，生袂过死地帮。一句话讲出古早时查某人生囝的风险。台湾伫日本时代引进现代医学，嘛开始有妇产科诊所。这间复兴堂病院，就是陈曲医师伫1941年开业的。不少大稻埕人拢是伫遮出世。名称坑安尼，坑中啊，不是，他那个长的挖边。其实嘛无啥靠路，伊名称坑了嘛，无啥靠路。啊，你囡仔另外搁伫楼顶啊是？囡仔生好的时阵去洗身躯，洗好有抱去楼顶，这是楼顶洗啊先啦，啊洗好又抱落来。周太太当初三个囡仔拢是伫复兴堂生，伊讲互女医师看嘛较袂歹势，尤其特别的接生费用，到诊伊也记条条。生查甫甲摕300块那个生产费，啊生的查某甲摕200，讲查某个俗。男女的差别伫医学教育同款有真侪限制。所以早期的女性若想要读医科，大部分拢去日本。捌伫1998年访问陈曲的学者布大为表示，当初去日本读册女性，拢是真享受、欢喜伫咧学习。一开始最辛苦的时候是蔡阿信那个时代，刚去，非常非常辛苦，而且文化的那个冲击、差别的冲击非常大。可是等到30年代的时候，等谢仁介他们去的时候，因为台湾已经逐渐的熟悉日本的那个文化的各方面的东西，语言也比以前更好了。那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他们是比较舒服的。他们那个东京女子医学校老校长叫吉冈弥生嘛，他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女生呢来读哦，就是要有一生就是好好这个为医学而服务，你们就把你们想象成说你们嫁给医学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陈曲去日本读册5冬，回来台湾伫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做3年助理。1941年创立复兴堂病院，主要看妇产病。1944年，陈曲甲外科医师谢丕真结婚，增加外科部。这条桌仔真特别咯，你也看，伊这是双面拢有抽屉的，迄特别去做的，因为咱陈医师的翁婿谢伯金医师。伊嘛外科医生，因两个共同看诊，到尾啊啦，尾啊共同看诊，安尼病患坐伫遮。那谢仁介好像有提到说，女性的妇产科医师你单独做的话，做不来，好像常常会跟先生或者是另外一个男医师合作或者什么，就是太劳累了因为谢仁介说他自己身体很壮很勇，因为很多女生比较瘦弱的话，她们就选内科选这个齿科或选那个，他们不会选妇产科。那谢仁介，那可是即使谢仁介这样子的话，他还是他先生跟他一起帮忙这样在弄，所以有他的条件的限制。陈曲医师是日本时代妇产科医师的代表人物之一。虽然复兴堂伫1998年结束营业，但是建筑物内面的构件，包括挂号柜台、门诊室、手术室。病房等等保留完整，入来遮袂输亲像行回去过去的故事讲。大约这个内底的这个构件拢无改变伊几乎是一间日本时代甲即卖的这个病院，伊见证咱台湾这个生产100年来的历史咱为产部助产士甲这个病医这个生产的这个过程，过来就是差不多，咱这50岁以上的这个大稻埕人足侪拢伫这个复兴堂来出生啦。
所以讲到这间病院，对大稻埕，对台湾这个生产的、迄个妇女生产的这个历史的这个价值，意义特别无同款。负责修复扩生洞的李大家建筑师表示，未来会照原本的计划规划共享办公室，而且安排电视计划，用小型博物馆的概念，将复生洞行过医疗署、电视和证人。记者杨淑晴、谢慧玲台北报道。除了为生产的历史看到时代变化，各时代女性的流行穿插，也当看出台湾社会的文化发展。国家点影中心即马正咧举办女性影像的展览，展出日本时代到1960年代相片，希望民众跳脱基础建设、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台湾史。一张黑白相片记录一位穿和服的女性。1930年代日本时代的台湾开始风民化运动，对一寡负担会起的女性来讲，穿和服真做一种高级的打扮，嘛凸显日本时代台湾人对身份认同的矛盾。但他受日本教育，然后有时候讲日本话，但你的饮食、你的生活习惯又是来自非常台式或是中式的，但是你又穿上和服，那个时代里面，台湾人对身份认同的不确定跟及摇摆的象征性。蔡文祥讲，女性对流行资讯的接受速度是上紧。透过古早时女性打扮的相片，会使看到各时代的流行风潮，甲迄当阵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度。在日本时代，从东大陆、上海流行到的旗袍，或者是日本人所穿的、所推广的西式的服装，或者是在台湾本地的服装。等等，而且女性本来就是一个爱美，这样的流行的吸引在女性的身上里面呢，那也看到台湾文化发展的或生活品味或生活美学的一些发展的历程。国家摄影文化中心举办展览，让民众透过女性流行的穿插，看到台湾对日本时代到1960年代对市民文化美学发展到台湾主体美学的过程。记者郭北君、郑派文、林玉凯台北报道。过去传统女性总是担起照顾厝内大小责任。台湾女性台语作家青文的小说《沙巴的滋味》，就来写出农业时代查某人辛苦换嫁的心情。即阵罗丽亚剧团将伊改编做戏剧，伫剧场内搬出传统女性的论命，也来思考现代女性伫家庭的角色甲束缚。若是做咧爽，做咧赢，做咧无爽快，就爱白花油起来推咧，也是扫落卡起来打咧。92岁欠五嘛，扣搁欠卡搁减10点，伫咧人生最后的时间，甲伊的灵魂同齐唱出酒歌、顾家数十年来的苦楚。这几十年我甲阿母大，煮饭好食，搁爱斗3工，若要加一份嘛是阮兜加一份。斗3工，唔得借头诶，哈！每一个的媳妇呢，其实都是用不同的偶的形式，还会有一个真人演员跟他做一个对照，好像一个人是他的意识，一个人是他的肉身，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翁仔爱人了活跳，翁仔师傅的手骨就爱有够美丽。这出罗丽亚剧团伫咧台中国家歌剧院搬演的《欠五嘛要起行》，改编对台湾女性台语作家青文所写的小说《沙巴仔的滋味》，呈现农业时代传统女性安怎辛苦换嫁，要望后生新妇拢合好的心情。这小说内底是写较古早的代志，古早的女性，但是现代的女性也是有做些束缚的。这本小说的台语是真正是有较困难，较深，所以嘛是有特别选较会晓讲台语的演员。全台文的剧本，毋若互30几岁少年演员睇到的时，心惊惊，安怎呈现女性的论命，也考验演技。以我实际年岁爱搬92岁，即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啊，当时因为嘉豪曹老师伊帮我操即个翁仔，我就是伊，伊就是我，默契，我感觉是较困难的所在。因为疫情，这出戏拖了1年，即阵总算伫咧剧场演出，带众人用台语甲女性的观点，看传统女性面对社会甲家庭冲击坚强的迄一面。记者阿敏金正派文张玉水台中报道。原谅查某囝，讲阮到一半，我的人生要对别人来行，
阮就会使来甲阿公阿嬷去讨论讲，是安怎今仔日一个新娘伊要嫁出去的时阵，伊的友好就袂使阁继续啊，伊就要终止啊，吼就袂使阁继续友好伊的时代啊，安尼敢是对的。欢迎登来《代志挂大条》。拄则咱有看到日本时代台湾女艺师单曲的故事，过去女性青菜展览，也个有剧团用搬戏点出性别的议题。今日来宾是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的王碧元老师，老师欢迎。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碧元老师。老师，即几档啊，其实咱对即个性别的议题，像即个性别平等啊、女权，也有多元性别者，拢有侪讨论啊。尤其前日阵啊，立委有提出即个外公外妈，也有做侪人有无共款的意见。有人可能感觉讲，我已经叫甲足惯势的，但是有人感觉，敢若有影无应该去分内外。老师，你安怎来看咧？好，这个问题其实介趣味哦，因为你去看教育部伊要改，伊其实毋是要甲外公甲外妈即两字摕掉，伊只是咧。后壁佫加注起嚟讲，你嘛会使叫阿公阿嬷。啊，各位观众朋友，你会使想一下，你平常时会安怎叫你的外公外嬷？你应该袂甲伊叫外公外嬷嘛？像我本身嘛是拢叫阿公阿嬷啊。所以其实伊即个甲阿公阿嬷加注咧后壁的动作，伊只是要较符合阮即马人的生活的方式。因为即个内外即个称呼原本会安尼出现，其实嘛是有一点是，咱若讲查某人嫁出去了后，伊就是别人因兜的人啊，毋是阮兜的人，所以才有即个内外。所以像以前也有做侪限制，像讲就是女性查某囡仔袂使去旁斗，还是讲嫁出去的查某囝，伊过年时阵围老妹袂使倒去后头厝的，即种限制。即阵啊，咱来看，敢有豆有一寡转变啊，就是即个社会气氛敢有开始改变。像结婚这件代志来看，其实结婚的时阵，阮就有足侪仪式，嘛有足侪代志爱做。毋过这个代志，伊可能本身毋是一个性别平等的方式。啊，其实阮即摆的婚礼的习俗内底有一寡做法，阮都会使去反转这个代志。譬如讲，阮会使甲破水当做是遇水则发嘛，吼，那代灾，这就是一个反转的方式。那可有讲，阮要过火炉会使。新娘甲新郎做伙跨过去，吼，大家拢做伙甲迄个无好的代志，拢过火炉给变清气安尼。那另外，阮一定要甲爸母道别嘛，其实无一定嘛。阮咧拜别父母，阮会使甲伊改做是感恩父母嘛，吼，感谢父母甲阮自细汉安尼摇饲到大。其实阮有足侪方式会使去改变。啊，我最近有一个同学，伊有一个方式嘛，介趣味。伊讲要等亏神，伊讲是啊，干若我有歹脾气，我的新郎就无歹脾气，所以讲好，我就互你看我脾气偌大。伊讲伊要等电风，啊，其实这个方式足趣味的，毋过其实这内底嘛包含着一个女性，一个新娘，伊无限制讲，伊无受到这个传统的限制，伊有伊家己的想法。但是可能有较保守的人啊，是较传统的人，也感觉讲啊吼，无遵照这个风俗，敢若就是咧破坏传统，敢有遮严重？真正是无遐严重啦吼，因为。像阮学会内底有一个老师，伊嘛讲，遮个习俗，伊咧结婚的时阵，伊全部拢无做过。然后伊就讲，伊即马甲因安结婚，到即马差不多要10档啊，伊嘛无离婚，伊的囡仔嘛足乖的。哦，所以我会使看阮身边，其实做遮个代志拢做过的人，伊敢着真正家庭做幸福美满呢，可能嘛无一定嘛。像老师讲，其实遐习俗咱会使个保留的，只是咱的解说若无共款，即个意义就无共啊，吼，就无像过去咱感觉，敢若有小可即种性别无平等的感觉伫迄个风俗内底。好，搁来另外咱来讲到咱即个优生保健法，吼，优生保健法即个议题，其实伫足侪年前啊，大家就讲要修法啦，因为包括伊的名，大家就感觉，敢若介有问题。啊，其中有一条就是讲，女性若要摕囡仔，爱有伴侣的同意，即条嘛是真有争议。即个优生保健法，阮嘛是会使像主持人讲的，阮为伊的名，阮就会使看出即个法，伊其实是足久以前的法啦，因为伊叫优生，优是啥物意思？就是伊要甲你讲啥物是好的，啥物是歹的，吼啊！你要用一个法律去甲人讲，你生出啥物款囡仔是好的，生出啥物款的囡仔是歹的，伊其实本身就有足侪歧视咧内底，吼，所以即马伊就准备要来改名，叫做生育保健法，吼，生育保健法就是一个较中性的词。拄则有讲到即个女性，今日我有生啊，我想要去甲囡仔摕掉，我敢会使家己做主？这其实。女性伊的身体是伊家己的，这应该是
全世界拢认同的一个观念。吼，今日阮也是一个女性，伊有心，毋过伊无法度甲囡仔摕掉，因为伊的伴侣无同意，伊的大家大官无同意。啊，其实对这个妇女的压力是足大的。譬如讲，我今日我咧有生的过程中，我其实逐工都过啊足艰苦的。我知影我的身躯是无法度去承受即个有生的状况的时阵，我阁无法度甲囡仔摕掉。这其实是对阮妇女的身体自主权一个足大的限制。譬如讲，若是今日有人感觉讲，无啊，迄个囡仔我嘛有份啊，啥我袂使做主，阮会使甲伊讨论吼，请伊同理一下。若是今日有你自细汉的时阵到大汉，你敢有互人强迫的经验？譬如讲，阮做细汉的时阵，爸爸妈妈佮有老师会使对阮讲拍着拍，讲骂着骂，这其实就是一个压迫的经验嘛。那你感觉这个经验是好的吗？那你若是感觉无好，啥你今日阮佮甲这个经验，佮一摆咧放咧阮的妇女身上，尤其是一个有生的妇女，吼，所以其实阮若是要甲有一寡反对的人，或者是一寡无共款的声音人去讨论遮个代志的时阵，阮会使用一个方式，就是请伊去看伊家己自细汉到大的经验内底。其实伊嘛有足侪压迫的经验，遐个经验咧迄个时阵，无人好好啊甲伊讲，无人好好啊甲伊处理，吼，所以可能互伊感觉讲，这是本来就是安尼啊，这个世界就是安尼行的啊。毋过大部分拢是安尼，无代表这安尼就是正确的。啊，搁来讲到，其实即阵啊，国际上有一个大事，但是就是乌克兰的战争啊。即阵嘛，看甲咱咱就来开始讨论讲，台湾女性敢有要做兵即个议题？有人感觉可能会使，啊，有人有无共款的意见。恁敢针对即个议题来做讨论？其实做兵的问题是，阮常常咧做性别平等的推广的时阵，人拢会甲阮问即个问题，讲恁性别平等毋是就爱讲男女平等吗？啊，是安怎查甫爱做兵，查甫毋免做兵？吼，即个问题其实嘛是会使为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哦。今日若是你感觉做兵是互你无爽快，是受到压迫的，那你要做的方式应该毋是讲好安尼，我爱做兵，你是查某，你嘛爱做伙落来做兵。这其实是一个无遐尼适合的做法。若是今日阮感觉到阮互人压迫、互人强迫的时阵，咱阮要反抗的应该是即个强迫你的人。所以阮会使安怎想咧？阮毋是甲查某嘛溜落来做兵，安尼就平等啊。应该是每一个即个国家，每一个无想要做兵的人，因拢无应该互人强迫去做兵。虽然讲即个法律上也是实际要去真正落实这件代志，可能有一个足长的路爱行。毋过，这才是符合性别平等的概念哦，就是性别平等要反抗的从来拢毋是男性，伊要反抗的是压迫者。所以，若是今日男性伊拄着压迫者，迄嘛是性别平等要去改善的部分。哦，所以伫咧兵役这个问题，我感觉迄个问题咧讨论的毋是讲查某要做兵无，而是即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人，伊若是今日无想要做兵，啥伊会互人强迫伊去做兵？吼，这可能是阮会使去思考另外一个点。老师，你本身是伫咱即个性别平等教育协会内底嘛，所以一直咧推广性别平等即件代志啊。所以即阵伫要20档啊，咱的性别平等教育法通过伫要20档啊，即阵伫学校内底的状况是安怎咧？性别平等教育法，吼。伊有规限讲，每一个老师你咧学校，你应该爱去做性别平等教育。哦，那尤其伫108年的时阵，阮的新的课纲有上路啊。吼，啊，即个新的课纲内底，伊甲性别平等的议题，伊放咧后壁一个重大议题，伊请老师你爱甲重大议题咧你教的时阵，你爱甲让入去。但是以头前的观众朋友，你可能细汉的时阵有听过一个课文，叫做《爸爸早起看书报》。妈妈早起请打扫，吼，安尼你感觉你这个课文，阮是国文课本嘛？你感觉这个课文有啥物问题？你感觉安尼的方式，安尼的家庭分工，你即马这个现代的社会来看，伊真正佫是一个平等的状况吗？啊，摒厝内敢若是妈妈的代志吗？我就会使甲学生仔讲，这个方式是毋对的。吼，阮其实每一个人拢爱做伙来做家事，吼，这就是阮甲性别平等的概念融入在阮平常上课的过程中。除了伫学校内底咧推广以外，咱敢捌有比如讲社区团体，还是讲公司单位邀请咱嘛做伙去推广演讲的？其实足侪呢，吼，我平常是教册的所在是咧学校，啊，毋过我嘛会
定定受邀去一寡社区啊，一寡公司去甲因谈一寡议题。啊，毋过这个议题就甲校校议题无啥物共款。吼，像阮咧校校议题，阮通常是咧教学生啊，你要安怎保护家己，你要安怎尊重别人。毋过像你若是去公司去讨论的议题，通常就会变做是职场性骚扰。吼，阮若是咧工作的时阵，拄着人甲阮性骚扰、性骚扰的时阵，你可能爱去找性别平等工作法。吼，所以迄个概念就无啥物共款。其实性别即个物件，伊一直都甲阮对调调。吼，不管你咧学生仔的时阵，还是你即摆咧食人头路的时阵，你拢会拄着足侪甲性别平等有关的代志。所以对这个性别平等的法律啊、无概念的学习，其实伊是袂使去终止的，袂使中断的。老师就好奇，你头才讲到讲，其实社区嘛邀请，咱社区感觉是针对咱的世代，去推广性别这个观念。其实阮对社区的一寡阿公阿嬷，阮咧教足侪性别平等的观念的时阵，我嘛会使用因熟悉的一寡代志去教，譬如讲，我厝内底嘛有足侪甲性别平等有关的代志。吼，譬如讲。拍我声这条歌，应该观众朋友恁拢足熟悉的吼，江蕙唱的。啊，这内底有一句的歌词，伊是唱讲原谅查某囝讲阮到一半，吼，啊，我的人生要对别人来行。阮就会使来甲阿公阿嬷去讨论讲，是安怎今日一个新娘，伊要嫁出去的时阵，伊的友好就袂使阁继续啊，伊就要终止啊，吼，就袂使阁继续友好伊的时代啊，安尼敢是对的，吼，安尼敢是正确的，吼，阮会使用这个歌词来甲阿公阿嬷讨论。啊，阁有另外一条叫做《爱情含喜批》，吼，啊，《爱情含喜批》内底伊就咧讨论讲，我今日要来甲你表达我的意爱的时阵，我用啥物方式来甲你表达？啊，我是写批，敢会使？写批其实是袂歹的代志，袂歹的一个表达方式嘛。阮会使甲阿公阿嬷讨论讲，除了写批以外，你阁有听过啥物款的表达意爱的方式？啊，阮会使讨论到，即摆法律顶悬。其实有一个叫做跟骚法，伊是最近才通过的。你若是用一种无正确的方式去表达意爱的时阵，其实你是犯法，吼，你毋是咧甲人追究，你是咧甲人骚扰，吼。所以，阮用透过这个方式哦，阮用这个方式去甲社区的民众讲，其实阮的歌词内底有足侪有趣味的代志，这有趣味的歌词，因拢甲性别平等有关。啊，阮透过这个歌词，嘛会使甲阮的社区的民众讲一寡法律的观念，吼。最后想要请教老师啊，就是讲性别这两字其实是捌改名过，伊原本的称呼是两种性别这个意思，为什么爱有这个改名的这个规定呢？大家会使想一下哦，阮咧讲两性的时阵，其实阮咧讲的就是查甫甲查某，伊所指的是生理性别，就是我出生的时阵我是啥物性别，吼，我这个身躯是查某的身躯，还是查某的身体？啊，性别概念就无共，性别伊有包含。性别认同、性别认同，吼，佮有性倾向，啊，佮有规个人的性别气质。性别的概念，伊就包括性别认同、性倾向，佮有性别气质。吼，啊，这三个分别是啥物意思咧？第一个性别认同，伊的意思是，我这个人，我感觉我家己是查甫也是查某的，这是我的性别认同。吼，啊，第二个是我的性倾向，我介意的是查甫，还是介意查某，还是拢介意，还是拢无介意，这是我的性倾向。啊，第三个是性别气质，我规个人，我的讲话，我的行为，我规个人表达互你的感觉是阴柔的，是温柔的，还是阳光的，吼，这就是我的性别气质。啊，大家会使想一下，伫咧古早的时阵，阮敢若讲两性，啊，到即摆阮要讲性别，是安怎咧？因为一个学生啊，无着一个人，伊咧社会上，伊会受到人的欺负，伊会受到人的歧视。绝对毋是干那因为伊是查甫还是查某，是因为伊的性别认同、伊的性别气质，无就是伊的性倾向是甲人无共的，所以伊会遭受到遮个无公平的代志，遭受到别人对伊的欺负。吼，所以阮若是甲一直咧讲两性，伊是无法度去解释即个社会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吼，所以阮爱甲两性变做性别，因为我爱大家去看到，你要看一个代志，一个人。伊身躯顶，毋是干那伊的生理性别，伊的性别认同、性倾向，甲伊的性别气质嘛是最重要的。而且，这通常是一个问题的所在，吼，就是伊会发生在霸凌的代志，在无爽快的代志，拢是因为大家对遮无了解，吼，因为伊的
性别一寡特质去甲霸凌，所以就为虾米我们要为两性变做性别？即阵台湾社会其实对性别的议题有一个多元开放的思考甲交流，相信对咱的性别平权路拢是真好的讨论。今日非常感谢王碧元老师的分享，多谢各位观众朋友，多谢主持人。以上就是这礼拜的代志大大条，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回再会。迄周润发迄阵有迄广告嘛，叫威士比啊，讲大家福气啦。我想讲，明明都无事头通做啊，搁咧福气。